要选总统的人选确定了后，即摆大家上关心的，就是台北市长郭文摕到底要选总统无？郭文摕讲，这是一个困难的题目，毋是一讲就会当有答案。无公开行程，台北市长郭文摕专注市政，只是郭市长每天的行程拢满满，是毋是有时间思考选总统的问题？这么困难的题目，哪里是一天可以想出来的？昨天算是告一个段落嘛，要给台湾社会去思考一下，说，因为我们台湾怎么会走到今天这种局面？哪里电影总统人选拢出来，郭文摕是毋是要选，也是无答案。不过，即马民进党市议员讲，若是郭文摕大旗参选，要串联议会佮党团，冻结明年度新政计划预算。选也是当到明年5月20号早上8点，然后3个月内才要补选，预算照审照办才是正事嘛。向市议员发声讲，若是有政党操作，才有一堆理由。讲到民进党副秘书长由林飞帆接任，郭文摕伊讲了重话。所以这是一个不把诚信当作重要的国家嘛。所以你看，如果说赖清德的上台哦，那苏贞昌的上台，或是林飞帆上台，我就用4个字来形容：说谎成性了。态度比平常时较严肃，要透露出郭市长对着家己的下一步，来更加谨慎评估。